他说他儿子患上了这种厌食症，最近又受到情感的困扰，体重暴减了很多，又严重的脱发，他又不肯听父母的劝告，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幫助他，所以很困擾。看看師兄有什麼辦法？嗱，呢個最主要係一個心理問題嚇。因為咧中國人咧容易將心理問題歸咎去名利上邊去啊。咁我首先我覺得，如果從科學啲嘅去解釋嘅話咧，你可以先帶佢睇下一啲心理醫生先。因為心理醫生擺喺邊度咧，佢可以俾藥丸俾佢，咁啊可以稍為去控制下佢嘅情緒先嘅。咁啊當然啦。如果對於我哋嚟講嘅話，我哋希望係通過一啲叫做玄學啊、術法啊去幫到佢啦。佢呢個問題咧就係成個呢個狀態咧叫做火炎土燥，咁咧個人咧個脾胃咧亦都會出現好多嘅問題啊，同埋嗰個火大嘅話，個人嘅困擾就會比較強啲啦。咁我建議咧就係如果能夠喺風水上面咧幫佢做啲佈置咧，即係喺佢嘅房間啊，又或者喺佢嘅居住嘅地方啊，仲更加多嘅叫做水養嘅盆栽啊，擺一啲叫做金色啊，又或者係白色嘅佈置啊，會令到佢成個人嘅狀態會好一啲嘅。咁啊最緊要啦，如果佢係有即係叫做時間，或者你同佢講，屋企人幫緊你㗎啦，你俾啲能量大啲嘅書俾佢睇，係容易去行出嚟嘅。乜嘢叫做能量大啲嘅書咧？就啱先我哋講嘅太上感應啦、清靜經啦，或者道德經啦，睇唔明冇所謂，就叫佢就平時讀一讀佢。咁呢個咧，如果佢肯去讀，又或者肯去抄一抄咧，呢種能量大嘅連接咧，係因為我覺得啊。人咧，除咗係叫做科學嘅解決、風水嘅解決嘅時候咧，其實有時候都需要一啲神助㗎。咁如果佢能夠突破咗，攞到呢個神助嘅能量咧，咁啊，我哋叫做呢啲邪氣咧，自然不入體。咁啊，佢自己咧就會即係慢慢就脫離咗呢種困擾。嗰個人咧，嗰個體重啊，同埋嗰個人嘅狀態啊，就會好好多㗎啦。好的。